报上新的画面，赶紧要来关心明仔4月7号特别发射。科技部部长陈良基专工来到美国发射的所在，也就是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尼角。伊讲发射伊100%有信心。咱这回来听伊上新的访问。在这里要跟我们国人报告，就是我现在在佛罗里达空间基地这边哈。那我们福卫7号的太空团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美国主委刚刚有说，所有的模拟的测试都已经完成，所以我们期待明天的发射。信心指数多少？信心指数100分呢。我们应该说，所有的整备其实它的测量还蛮多的啦哈。那主要还是相当在发射的时候各种振动的系数，这个是经过好几次的检验。那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，美方这边也表示所有的准备都相当的完整，所以我们信心十足。气候当然就是一个因素了哈，不过这个我们有跟美方在讨论，那提到就是说，它在整个预测上面时间有一些就是它时间有一些缓冲的时间了哈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是正好在发射那个时间点应该影响是不大了。就是我们本来预备的发射时间，它的时间大概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如果照今天的状况看起来，应该是可以的。